过来关心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去白宫见美国总统川普，这回欧洲几个领袖嘛甲伊斗阵参加。另外，川普的特使证实，这美国有可能会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安全保障敢代表美国会派军队去协助乌克兰呢？这部分是爱国讨论。 昨月阿拉斯加米罗峰会闹了真侪细节，等待各方参详。到伫德国总理梅尔茨等欧洲领袖对外公布川普可能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消息了后，川普政府的重要特使为科夫也讲话啊。It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otentially prepared to be able to give Article 5 security guarantees, but not from NATO, direct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is big. I mean, really big. 所谓安全保障，敢是代表美国会为此派遣军队去乌克兰。贵科夫表示，这正是拜以川普甲泽伦斯基会面了后要讨论的焦点之一。Now it's for us to drill down on the granular details of exactly what the Ukrainians need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future, and by the way, what the Europeans need as well. 另外，普京对于停止俄乌战争提出的六大条件，其中上重要的欧东领土交换问题。纽约时报杂志报道，川普向欧洲领袖表示，伊认为乌克兰也同意让出欧东部分领土，这场和平谈判就会当成功。也毋过，泽伦斯基虽然俄罗斯感谢美国，表示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是历史性的决定，也佫一摆否认会挂地也是领土交换。Russia is still unsuccessful in Donetsk region. Putin has been unable to take it for 12 year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give up territory or trade land. 泽伦斯基表示，应该以目前的战争前线作为谈判基础，而且爱先停火才谈判。也毋过，基辅独立报报道，罗国17又原向哈尔科夫、苏梅甲奥德萨等城市发射飞弹。美当时间18，泽伦斯基会去北京会见川普，也毋过欧洲英德法意芬兰领袖甲欧盟北约的领袖也临时决定随同出席。安尼，欧洲领袖大电视拜访北京，过去毋捌看。一来是展现欧洲对乌克兰支持，二来也避免佫发生2月时泽伦斯基伫北京的介入场面。也毋过根据CNN报道，川普佫伫社群媒体表示，除非泽伦斯基放弃克里米亚，佫答应永远无加入北约，战争才有可能结束。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